严肃的面容画出五彩神秘的模样，双脚踏着有力搁多变化的步伐，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，拢有其中的意涵。因就是伫咧台湾的庙会当中，上早受到关注的八家将，嘛有人讲因是新明的特勤部队。八家将伫咧咱的民俗就是除毛啊，有一寡歹物啊，拢爱请家将来压刷安尼啊，阮这派别落也有台南的，也有咖喱的，也有夜车，迄分3、4派的。较早拢会好奇啊，较早阮做囡仔时，阮就拢住伫庙边啊，好奇拢来庙遮无，年久过亲无，感觉对这有兴趣。拢一寡老辈啊，拢一寡老脚啊，教阮啊，因安怎变化，一个电话安怎变化，安怎迄种，即马咧学的拢较轻松啦，阮较早学的拢较严。较早迄时无，迄拢会夹针条，迄是咧甲伊下架啦，就是要你较认真学的，无可能讲真正。夹针条要甲伊顺啊！话讲，阮这家族的囡仔拢歹囡仔，迄是较早啦。阮这无是较无可能啦，迄是拢去用污化伊的啊，无可能讲学家族的囡仔拢是歹。八家将若是台湾大大小小的庙会当中，一定爱有的资格之一。甚至即卖因的名声已经传去到国外。伫咧2023年，台湾的八家将就受到邀请，头一届去到全世界历史上久长的法国尼斯嘉年华来演出。进前是要去东南亚、新加坡啊，是讲马来西亚。安尼但是讲去欧洲啊、法国，这是头一道安尼。因为咱面餐吼有一寡是水性的，伊遐的天气较大，伊会开始不开。嘿，这对咱的面师来讲其实是一个挑战安尼。咱自细汉看到大汉的八家将。到底咱对因是了解偌济咧？是安怎咱伫咧庙会看到八家将，无一定有白的人。咱知影伫咧看八家将出阵的时阵，有真侪爱注意的代志，譬如讲袂当破阵，袂当徛甲比八家将更较悬。到底八家将的文化，抑阁有偌济咱毋知影的禁忌，甲神秘的故事咧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这是台湾款》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讲到这支开市节咧，因拢我声大家听起来一定是真熟悉哦。行伫迄个街路顶头，看到迄个庙会当咧闹热的时阵，定定会当看到这家将的身影。不过真侪人吼是唔敢饲活去，事实上伫咧家将的这个文化内面是眉眉角角真侪万底深坑，无讲你唔知哦。今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。头一位要来邀请的，就是来自咱嘉义的这个家将群，和嘉义市列作是无形文化资产的古土城山海镇行堂10家将堂主肖英达大哥，你好。大家好。第二位邀请的讲是对这台湾文化家将是真有心哦，而且呢，伊阁带着因的迄个家将团去到法国参加人的嘉年华，是咱台湾在地的传统研究少年者，欢迎咱的文书工作者李佩如，露露你好。大家好。八家将的这个部分啊，敢真正迄个八家将事实上唔是8个尔对不？对，安尼咱就爱来考嘉禾哥啊！听讲你嘛是妙清，看你干妈对一个家将，对一个位，你就帮我凭直觉贴上去。大哥伫遮哦，做主考官，伊主考官哦，我是。你得好好教囡仔，这帮仔来甲我创就对啊啦。对。我来看哦，
这头一个这应该是兴贵啊，兴贵啊上头前啦。啊，我摇应该是咧上头前啊，对，上头前吼。来啊，第二个这是提花，这应该是春对吧？春大神的啥？春大神我摇，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大瓶，一个应该是文盘、武盘，就是甘叶、柳叶、番茄、春夏秋冬，所以春应该是这个吧。好，你先答起你。我先答起。你要先作答，主考官来那个监察。太多，我真正，我想应该是安尼吧。好，春夏秋冬，这应该是伫遮吼，这应该是七爷八爷，就是番夏将军伫遮吼，啊，这应该是八爷，这应该是伫遮吼。到时阵你唔对，你再甲我改啦，应该是安尼伊才是一对的哦啊，安尼干嘛呢？对，安尼100分呢，咁对真对哦100分呢。哦，嘉禾糕一答案呢，差不多就100分。但是呢，加特别爱解释一个，就是咧，咱拢有答对，就是咱这文册，因为你通多讲文盘、武盘，文盘甲武盘咧是属于咱10家种的编制，对，伫咧8家内底咧是无即个文盘甲武盘的编制，所以咱是文册甲武册，文武差伊就负责传令，传令甲责令，然后咱的甘柳你看可以滚啊嘛，所以伊负责的是刑法，吼，对，然后呢，咱的下环将军就是咱民间咧讲的所谓七爷八爷，吼，伊就是捉拿，所以伊摕伫一个瑜伽，瑜伽就是较早敢若手课迄种的刑具安尼，啊过来是咱春夏秋冬，吼，春夏秋冬四季，你的感想是凭直觉是春夏秋冬嘛，吼，但是呢，咱咧家长馆的排番的其实是安尼。调换过来哦，嘿，每一个家长馆的门牌无同，啊，但是咱对换，嘿对，这两个对换，哦，然后是安尼，伫咧吉祥洞的编制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每一个门牌的编制也无啥共，无啥共款，对，所以咱春夏秋冬是安尼，春夏秋冬，哦，你嘿，伊四季是安尼放转来的，所以全台湾吼，家将的派别很多，春夏秋冬迄个都无共款，很多派别都。它的排列成色都不一样，因为会卡到它后续的阵法。恁是10家将，对，咱10家将。比一般这个8家将应该人佫较济，还是加是大有？其实10家将来讲，一般来讲是12个，12个就是咱伫8家将内底，因为8家将就是甘柳下番，佮加上春夏秋冬四季大神，这叫8家将。文武车也伊是一个，伊算主公的传令兵，佮一个是掌军旗的，所以因两个无算将。然后10家将咧讲就是讲，咱有加文武判官，文武判官就是讲主攻的任务。然后另外一说更加广的，像阮3月，阮会开一旁，应该目前还没看到，阮有加开大鬼小鬼，牛头马面，吼利爱有顺，乌白无常，这拢是10家将编制内底。吼，有甚至会个开这个单星家属，互伊延伸甲10几个、20几个、30几个无限延伸。像阮这届会开到36架，这个10家将另一个说法，但是通常普遍看到大家说的比较多，都是12个编制，都是12个比较多。所以其实迄个10其实是代表多数的意思。对。安尼我要来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哦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你看番夏将军伫咧个家将内面有出现。啊，上集看到，比如讲新红叶嘛出现，甚至伫咧台南的西螺殿头前嘛，迄个番夏将军，露露就你的观察，为什么讲这两个新名啊，就是讲这两个部长，因奈无亲像迄个妈祖头前迄个千里眼顺风耳，限定就讲哦，妈祖就是配这两个，啊，颠倒是讲这两个部长会配新红叶，佮像配李府大神，啊，佮配这个迄个光德尊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款的情形？其实你会当细细甲看吼，有配番夏将军，然后唐多讲因两个职责是啥？捉拿嘛，对不？所以你伫台湾看到种是司法神的系统，比如讲新红叶讲我福大帝。伊拢需要捉拿安尼的职务，所以咧，伊得编制7页8页安尼，你把伊的部长的配置，每一个所在的传说无同，但是咧有一个传说是讲吼，这个五大帝有甲新红爷公来这7爷8爷这个将吼啊，然后来完成伊的这个任务。所以讲咧，你伫咧足侪台湾这个司法神的系统内底呢，需要捉拿拢有这个
幻侠将军的出现。哦，所以迄个台北迄个连昂尊王嘛有了对啊。伊嘛是有，嘛是有，伊嘛是司法神的系统。哦，对。哎，你讲到这个家长这个部分啊，咱自头开始讲好啊啦。像伊迄个画迄个面啊，就是讲开面吼，开面的这部分哦。其实迄开面内有真侪妹角包含迄个色水的运用啦吼，啊个迄个花草这个部分吼，当然我外行叫做花草啦吼。啊，咪请教大哥就是讲，这其中有啥物款的差别啊？其实咱传统来讲吼，咱的家长源自于台南。台南其实上早期可以看到的脸谱意思是咱迄个蔡连老师因真的，就是咱卢姓卢梁印星堂因真的顶头刻的真的，真的因。算咩讲？因咧画的色彩大部分就是黑色、红色、白色，但是伊伫咧民国初年，初一时传到嘉义的时候，嘉义有一寡戏剧的迄个演卖，所以有掺杂一些戏剧的元素进去，所以嘉义的家长，这老师传到尾啊，有咱迄个叶派先生，伊把色彩变多，然后把脸谱的画法更加精致，所以。台湾的家将脸谱精致化是对嘉义开始发展出来，包括像咱这台中法天坛因画甲，迄种面谱已经变成甚至是艺术的表现啦。它还有画中画，脸谱上面还有脸谱，这嘛是一个艺术的呈现。家将本身就分10家将、8家将，然后咱北部搁有观众秀，所以呢，你甲全部遮的。画面啊，版型拢叫家将画，其实呢是较偏颇，所以讲呢，我甲遮的全部的安尼画面会去版型啊，为神来服务吼，为着主公来服务安尼正头，我叫做这个图面扮神吼，图面扮神安尼对。啊，所以讲台湾的图面扮神将呢，其实呢有分画花面呢，嘛有画这个粉面呢，像咱文青爷，伊就是画粉面的嘛，对啊。伊爱面圣，对，伊爱甲主公清凉，对，伊爱清凉。伊袂使画到，啊，实际上伊要画歹画面，伊的司法是要去捉拿，要去这种咱人扮神，我要互人看到他原先的面目。对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真正拢爱歹看面的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伊的职责是驱瘟除煞、捉拿鬼魅。啊，你袂当画甲伤古锥嘛？你画到一个面包超人，啊，袂画到安尼小生、安尼帅气，人就袂惊你啊！我甲你撩，啊，你当我一个袂使嘛？你着。冲过就是爱歹，所以呢，咱看到这个图面扮神安尼的系统的这个顶头，通常是拢是画这个画面，啊，看起来真歹。当然啦，这个家长伫咧各地头有无共款的这个演变。像恁去外口时阵，包含就是讲啊，恁办迄款全国性活动，所有的这个家长来时阵，恁发到对因的这个清查啦，是讲面谱，就发到一判断讲哦，这是台南来的，啊，这是倒位来的。因为每个派门每一个派门甲每一个团体，因有因的特色，有特色。你像面谱嘛是啊，阮三一场面谱，哦，嘉义家长都有6大门派啊，哦，有吉、义、公、广、正、巡。头前4个是家长，后壁2个是8家长。其实阮刚看清查面谱看就知影，这啥物人的啊？嘿，包括咱台南遮侪众团、高雄、台东、屏东，甚至台中、台北去，这众团其实因的打扮、面谱拢无啥共款。传统团体因会延续着讲咱原地的迄落，但是有一寡职业团体因为着啥物？为着这是食饭啦，伊爱靠这食饭，所以伊会希望讲伊甲演变哦，搁较水，搁较迄落，互人会去吸引人去干聘请嘛。也是有，所以啊，其实家长这个文化吼，其实咱对这个清查开始啊，头拄只一开始这个动作，你就知影讲吼，其实家长啊，伊咧骹步手路内面真侪咩咩角角，咱小休困一个，卡听继续来讲。大哥，我今日要甲你学2步啊。OK。来去找家己佚佗的时阵吼。安尼我再讲就是安尼，来咱遐行。即款迄种家长的 feel 啦，吼，来你甲我教者。好 ，OK。要头起先是啥物动作？头前咱就是踢骹，举起来踢骹有无？举踢骹，踢骹，举脚，踢出去，踢出去，啊，困落，哦，
然后咱的特色是，咱的爱甲茎收入来，收茎，然后较硬灵，较硬开始，嘿。啊，这个手要创啊？这手放咧药。啊，放咧药。对。哦，这是硬到的呢。咱咧打，这是弓箭步或者是弓箭步，前弓后箭。我安尼姿势会使无？会使，但是还佫较落去输啊。哎，对，迄个弓出啊，咱的胸坎就定出来。哦，有无？好，我看袂会啦，好，我看袂会。赞，你用，来，咱坐。对。哦，拄啊，迄个动作我安尼，敢若做一个动作安尼就喘皮皮。哎，听讲露露你对我这动作有真大意见吼。对啊，嘉豪哥有喘吼。我听伊老总较咧甲我分享，就是讲较早老师啊，你是弓箭步若屈落了，伊是对你的小腿肚站落。啊，你若稳落的话，你今仔就免跳啊，就收起来，因为代表你屈了无够窄，安尼是不是安尼？对，练了无够窄，骹倒，啊，佫爬去顶头站你迄落，看你会知无，稳落无？所以真正的就是咱即马吼，唔通看迄路的这家长吼，这将骹无点的，事实上，人讲吼，台顶3分钟，台下归厝见啦，当然啦，因认真拍拼啦。咧电发伫咧变换时阵啊，人遐尼多，你想看，其实讲上起码就是10个以上，安尼变哪去换迄个队形？因为咱会以场所的空间来做变化。吼，你像咱家长，咱开锁门，大5行，啊，龙楼。吼，咱八卦内底后卦嘛，用后7星八卦，所以伫这变化的队形内底来看场地，咱的场地较宽，咱就可能会打较济。所以一般咱家长去教育，现场观众会讲啊，笑过，吼，咱就撤开，互因有空间去展现到这定法。伊无法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你母只也是迄个会使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8的时阵大家挺开安尼，但是家长无法度，所以通常时这拢是平常时啊练习的吼训练的这个默契。啊，甲上重要的是有这个，其实家长你出阵的时阵，各门派无共，像伫咧。家己，咱大哥就是用这个行路，行路当时啊就是大家训练默契，会去听迄个锣声，然后来让整个队形看开整齐。啊，若讲高雄台南遮就是拍这个送港鼓，啊每一个门派拢有无共的这个美感伫咧安。所以其实这训练的过程，大家除了就是讲爱苦活来，上较重要迄是共心啦，吼，一个团队爱共心。默契，练习默契。对。哎，大哥拄则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讲迄个。7夜8夜这部分，你是咪咱甲咱加讲一寡？因为7夜8夜真侪，即马足侪新血，因为有咧办事，有咧办事的当中，当然有咧办事，伊就需要一寡步骤嘛。大多数会用7夜甲8夜，吼，大二啊来做伊的驾前将军，吼，从伊要办一寡代志，由因去冲啦，去拘捕，去替伊做主攻做这个工作。所以即马包括足侪咱王爷驾前嘛拢。7夜8夜，因为我看恁的这个衫裤吼，拢特别水啦。啊，伫衫的部分我较讲究是讲，我自囡仔我咧学家长，你看下，较早的衫较无较精致。啊，所以伫我家己自我期许讲，伫有一天我家己带家长，我的能力可以允许的话，我希望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嘛。好，我做上好的，我要做上好的环境。啊，所以我对咱的家长，我特别的要求，哦，包括咱的纸务，纸务我甚至头前这个啊，我家己去大陆找来吼，叫师傅，入去，较落地分线，嘿，因为咱的手提你看得到，拢是白铁啊，哦，咱不锈钢白铁啊，落手工落对落铸造起来，哦，这拢你看有光辉草场，拢白铁啊，纯手工落捏造起来。善恶分明，这是搭一个。善恶分明是咱范将军，或话讲范武球。伫家长咧讲范洪啊，下达范洪啊，吼。因为伊善恶，拄则咱有讲嘛，伊就替主公拘捕、擒拿，嘿，所以唔管你善的赏善罚恶，赏善罚恶，就是讲你做好，神会帮；你做无好，阮就甲伊冲啦，甲伊惩罚惩恶安尼，嘿。边仔迄个看来，迄个鱼仔现过一个坑，迄是犯人头壳弄入去。哦，这个鱼价是伫家长的体质吼，阮算较特殊，一般拢是单头鱼价。但是伫迄个典故内底，
双头鱼价，阮山海镇是双头鱼价，这是较早主攻来讲时讲，咱的迄落就是爱做双头鱼价，鱼价就是咱咧夹的有无？嘛是咧擒拿犯人。啊，搁再来像后壁还有两支的确破开，迄是拍卡层用的是。这叫做板杯，板杯就是盖板，就是像咱较早关老爷咧讲家层咧，叫成型。家将哦，头前这块粉红啊色哦，这敢若是迄个女性迄个大关啊。肚肚，这若要讲传统讲起来是，它是属于女性的肚肚。早期的早期的社会，女性的肚肚，但是伊会时啊会变扭来伫咧咱家将顶头咧穿，而且各派门几乎拢有肚肚。为啥物？因为而且因肚肚是穿伫内底，伊是穿伫外口。第一，伊有守主公的命，像咱这有守山海镇、兴长、水晶桥、驾前老车啊，这是一个讲法。第二个就是讲啊，咱内底有下夫人、保身符，咧保护讲咱是人班长，嘛是爱顾咱这家长学生的安全。所以咱有当啊，咱家长出去有任务，要去驱蛇，要去压煞，像讲路祭，也是这个所在有甚至佫有吊刀，要请家长去处理这煞气，这无好的，咱嘛爱顾着这学生的安全，所以内底伊有一寡夫人、一寡香火，所以咱用咧肚肚内底看无着，所以真侪话嘛有绣八卦，有画八卦，甚至有画夫人起哩。啊，阮就是阮夫人的用伫咧内底面，嘿。所以等于讲就是讲嘛是算是生命要保护伊家己本身的状态，对吧？伫咧南部吼，有一个伊定法咧跳时阵，有一个美甲叫做献斗，献斗伊就是献出来，吼，即个，比如讲我即摆拜庙啊，主神啊，我献斗，互主神看讲，我是对一个主神，吼，我主神是我是送个嫁妆安尼，嘿，行礼参拜。传统来讲啦，家将伊是属于阳嘛，吼，啊女性属于阴嘛，啊伊出去就是要捉拿遮无好的物件，啊去甲遐妖魔鬼怪掠起来，所以伊爱查甫的阳刚气有够的，去办将，啊去甲主公斗助，甲遮物件扫互掉。但是大家无看到的部分，比如讲遮的衫，吼绣遮的衫。伊的后勤部，伊的后勤部队拢是一寡遮的将军，遮的将卡，女性就是遮家长学生的老母，还是妈妈来填遮来征收遮。对。所以我伫咱迄个咧讲讲，其实你从小法，咱小法的主公有一个啥？单前姑娘。所以伫咱传统讲起来吼，较早人咧讲啊，查某袂使办家将，其实这传统一直。延续讲袂使，所以演变到尾人就像拄则露露咧讲讲，咱家长是阳刚之气，所以无爱互查某办。其实毋是袂使，也嘛是会使，但是因你像阮入阮的门，你家长爱拜祖爱拜师，你爱有教婆来，因会这会可能去卡着较早农业社会嘛，因为女孩子有夜市，所以会较无清气性，所以演变到尾讲啊袂使，其实。若要论真讲起，嘛是会使，只是讲你看你用伫咧什么所在。你像咱用伫空硬，咱要制刷要创啥，这空硬会查甫来办，爱行路嘛。你若有较像伫舞台表演，也是讲挂香，较迄落会使用女性来办。但是伊爱伫前提之下，就是讲伊爱先有是净身。其实即马呢，若是女生要来增奖，只要你的主公有答应，其实迄应该是无啥物较大的问题。其实要。佮讲较广义的讲，咱较尊重老一辈讲，啊去困倒骹，为什么爱困倒骹？大家知讲爱来困倒骹，困一礼拜，后困12天，后困1个月，谁爱困倒骹？就是强调你爱精神。嘿，但是我感觉讲查某的，比如讲要出任务啊，查某的卖去，我感觉这是主神对咱女性的一个体恤，因为人就要出去冲，啊女孩子有当时啊就无方便，若是你来搁互来尊重，安尼毋是搁伤着家己嘛，所以我感觉讲这个禁忌其实有一部分，你看伊好的一面是对女生的一个体恤安尼啦。我常常伫咧庙会看到真侪家将吼，真侪边仔吼，搁有迄个水水的女朋友伫咧边仔陪伴，安尼刚好。我讲，阮阿公予安尼迄落吼，就是你增长爱成长，你办神爱成神。你伫咧大庭广众伫遐揽伫遐落，安尼是不 OK。伫阮的家长阵内底。你会看会到做，伊袂伫家长边啊，因为伫咧头前讲假路，无就伫咧后壁后援部队。伫因咧执行任务当中，
因的含家长是分开的。对。所以其实这个遐就是因厝内面的这个家眷，其实会当去做其他的斗相共的会使。然后咱家长边啊，像咱高雄咧讲的，边啊就是对拉条的好，所以拉条敢你遐敢是安尼？咱遐拢讲故障。故障啊，咱讲。咱有12个开面的，就有12个故障的，一个对一个。哦，伊要创啥？要创啥？有人服务。所以伫咱遐装家长的囡仔，伊感觉。我可能我那心明，真的就是红。你要食饭就是人饭来看啊，便便啊。啊，你也要坐人，就骹腿伸出来，互你坐安尼。啊，那你一个团体出门，大家爱不管男性啊、女性，大家爱共坐来，把这个活动办落好嘛。所以讲，其实大家拢爱遵守这个禁忌，然后呢去尊重讲我办神爱像有这个神的模样，安尼较会顺利。而且团体吼，每个拢阳刚，上的。一定要搭配一寡音乐来协调。咁所谓歌众拢一定爱绕一边的架咧。哦，绕半架就是咱甘六下环。啊，依照伊的职责，甘六下环是咧创啥物的咧？伊是刑法，啊，甲捉拿嘛。所以通常时因拢是爱真紧，就去擒拿吼，真紧撞落就。颁布讲咧，所以你看，较早啦，迄个捕快啦，吼，伊若是要执行啥物任务的时阵，其实咧，伊会甲伊的衫吼脱起来，啊，然后咧，就是只手安尼露出来啊。日本这个武术嘛是共款吼，较顺手，系较顺手，所以咧，你注意看哦，伊这个露出来这个部分，拢是伊举家私迄只手，比如讲伊也扳杯迄只手，伊就会露出来，因为安尼较好处理嘛，袂你搁伫遐水手，啊，就毋是咧搬一出。对，保护较济。系啊，所以我前即摆我们小法，我三条条。对，我就是三条，啊，伊起码就是露出来，啊，然后等一个，伊就是安尼较好去执行的任务嘛，嘿，古来这就是变成甘六社会的一个传统安尼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民俗其实是甲咱所想迄种思想，其实是足接近，所以演变出即马这个形体吼。所以其实伊等于讲伊安尼拍，就是变讲一个身躯顶，其实有一个文的，某一个武的做，就是文武神拢伫迄个身躯顶。是啊，是啊。听讲吼，就是林山海镇行动啊，即马个维持着三师的这个传统。三师较重要就是法师，法师就负责咱拄则咧讲，像要制刷啦，要掠只歹物要创啥，法师爱用着符，所以法师最重要。啊，第二道师，道师就是负责教咱这囡仔，第伊的品性。学家就毋是甲骹步学好尔咧，伊的品性，伊的道德观，尊重师大人无，会尊师重道无。道师会去负责教育人家。过来就是民书，你学家迄个民书是。不眠不休，伊暗时伊来甲你帮拍面。面书因为因为讲，伊今仔要出本的任务无共款，要啥物任务，伊爱画啥物面。伫阮的系统面谱无一定共款哦。今仔要制路有制路的面。今仔要出本是要挂香的面，都无共款。嘿，究竟这个家长的团体对咱的民间生活有啥物款的影响呢？咱需要休困一下，较听下继续来讲。伫咧台湾的民俗信仰当中，北家将是会当自由谈世间甲阴间来去，负责拄妖拄煞掠鬼大队。所以，毋是干那庙会时阵会当看到因的形影。平常时啊，民众若是感觉厝内无平静，其实嘛会当邀请北家将去清厝。是因为爸爸拄啊往生嘛吼，清厝是讲，互大家厝里安尼，大家心情较平静吼，啊，那厝里较平安。可能嘛有禁忌啦，所以门关起来，咱嘛无看到啊。啊，清厝就是话，就是讲吼，人住伫这间厝袂平安啊，啊，就叫阮家长伊也静静的。就是咱入去，就是要来看一寡无好的物件。阮是入去是一定爱设严厉啦，一定爱设一寡吼，知影讲阮家长要入来。几楼咱就爱行到几楼，行到前路爱赶。阮就伫内底按一个八卦，伫内底以后咧住平平安安安咧。知影较早有相信家长，伊就足重视。啊，即马新人较无会，少年仔较毋捌即种。老一辈就较慢。
对即卖台湾人来讲，可能北家将只是本土信仰和在地文化表现，不过应该真少人知影，伫咧较早保守的传统社会内底，其实北家将就好亲像即卖心理医师共款，会当安慰着人的心灵，是民间真重要的寄托。今仔日咱就来了解北家将对台湾人的生活到底有偌深的影响。听讲吼，家将哦有另外一个足神秘的仪式，就是甲咱的厝哦去甲咱顺顺看过叫仓储净体啦。咱住伫咧厝，就是希望讲会平安嘛。吼，啊有人这种厝住了可能无平安。吼，也是讲我希望家将来咱厝行行简单单，舒服。吼，因为本身家将来伊会甲这歹物有诶无赶走嘛。恁的迄个团队经过阮兜门口，啊，我要安甲你拜托讲来阮兜甲我看看。一般有诶像人会知，咱家长要过伊诶事前来找，啥物人，这啥物人当主，啥物人迄落，阮厝要邀请咱家长来甲行行。但是这咱会去考量，就讲咱今仔出军诶任务，吼，人资家咱要入去，这个定数会去影响到咱庙方诶迄个。出巡的进度无，哦，那无影响个政策，咱就会。啊，有诶是人庙的委员注意，会讲啊，咱遐来你甲行行踏。咱家长当中一定有督定人员，你甲请教，咱若要邀请咱的家长来甲收惊，是要借介者吼，也是要来清楚。一般有拢讲清楚啦，但是我拢家己讲，这袂使讲清楚，因为家长毋是环保局的，吼，伊要甲咱厝行行叫清楚、净体，互咱厝人较无迄种净体。我伫半路当中，我要安那要求讲，拜托甲我收惊者要安那。其实这较简单，就是有就是甲咱的督定人员讲，啊，若家真正无足赶紧的，伊路咧行，当中你看伊行，你就拍个前正规咧，因就知你要创啥。冲到上头前跪来拍的。对，你像我做囡仔，我咧开面。这是尾啊！媒体互人对家长足歹的印象。无其实你像阮我伫去年阮有办一个全国家长文化节，邀请咱台湾12间拢这100年老馆，包括咱咱高雄咱地下电机圣堂，拢邀请来。干那一个收惊这届，大家拢惊着，几万人诶，规伫路里等家长要甲收惊这届，就几万人诶。这算一个。人心，咱人的心变对家长咱咧也推动伊咧，感觉这有信用，这家长会把咱的身体上的歹气除掉。为什么咱开始爱打护灵？第一保护家己，保八卦，所以只要咱的倒卦才有八卦。这向带来的歹气，当然囡仔第一平安。第二，咱要甲这个要互咱受惊这个人，伊规伫啊，咱用开神去甲热，就是开神本身就是有。除秽，有挡煞，所以甲伊皮肤上的歹气，甲化掉。嘿，所以你较等你爱甲我热的，前衫后身，你较等甲我热，工作人员拢热。对啊，我感觉其实就是，若是有，比如讲我即马啦，我厝里无平静，啊，我讲要请11尊神尊家长神拢来阮兜，迄是足困难。你得爱去甲大庙求，去甲大哥求，但是大哥应该嘛袂，我就来11尊的，但是家长出阵的时阵，我甲伊拜托重要讲你来大的，因为阮厝感觉无平静，伊一定会入来嘛，所以我感觉讲家长出阵，伊是去实践讲即个信用吼，去稳定人心吼，啊，甲安定社会，即个力量是足重要的。文化就是看到上感动的吼，啥物，拢这老将，我去邀请对阮创长，要伫咧遮60几岁、50几岁、40几岁、30几岁、20几岁、10几岁，做伙来扮演这36个家长。啊，扮演遮就是因为安怎，我要互因知影。这叫世代传承，一代接一代。对这个人来讲，家长毋是顶头，是因的生命。跳一届，伊一世人拢属于这个主公的部长。啊，佮有一个传说是讲，你若生前你是跳家长，你若100岁年后了后，你会转去你的主公身躯边，真正做迄位将军安尼。是啊，所以这是一种，就是就很足感人呢。这伫咱的家长派门都有啊，是啊，咱讲入门爱拜师，爱拜祖，所以伫个拜师帖、拜祖的帖内底有一条就是啊，日曜100岁年老，吼，地业抽命，
来列伫咱的先贤修，这家长学生条拜。一般咱人过往是咱的子孙仔拜尔嘛。对。到时咱就甲伊的名地来伫咱的先贤人内底受万人香火。啊，我捌看过一个技是叫做敬酒包，或者是叫敬包酒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敬酒包啊，敬包，较早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咱无像即摆洗饭遮方便啊，啥物我买就有啊。咱大工来去，咱咧讲，咱甲款单咯，吼，肉包啦，吼，分两份啦，酒，吼，款互因。甲敬啊，互因等下落马，因为咱家长毋是免开落，我就拢迄落用开落就是神。但是伊也经过平均上嘛，去甲主公变起马，较是神。但是咱要休困的时阵，伊要食饭、上厕所，爱甲落马，落马以后伊就是人。吼啊，咱敬酒包敬了，这包仔就等下休困，有刚刚好食。这家长里面有足侪眉眉角角的禁忌，对不？其实我知影讲吼，一个真大禁忌叫做破阵，是毋是？家长不管伊有咧跳无咧跳，伊徛伫遐，伊拢有一个定势，吼。啊，伊徛伫遐有一个定势，咱家长是咧扫迄无好的物件嘛，啊去收遐无好的物件，所以伊可能甲遐物件拢收伫咧伊的刑具、伊的定法内底。啊，你撞入去的时阵，家长讲本身因为神嘛，伊是要安怎啦？但是你撞入去的时阵，可能对你家己。有即个比较较无形的伤害，这是宗教来讲。家长你莫讲即个宗教性的问题，你讲伊是一个表演艺术好啊，伊伫遐表演吼，伊伫遐摆即个阵法，伫遐操演的时阵，你嘛袂雄雄安尼共切过去嘛，吼对无？所以呢，宗教上来讲，宗教上来讲，啊，甲即个艺术来讲呢，其实呢，即个串阵甲破阵拢是对家长来讲比较较无尊敬，啊嘛家己带着伤害安尼。包括阮家己吼，阮无串阵。阮家己咧出军，我要去头前，我袂对中行过，我要伫这边要过边，我袂对中角行过，我等家长行过，啊，西对后壁来。这是咱对咱的家长，对咱的家长来讲一个尊重，毋是讲我今日我是堂主，我就会使，袂使同款。是，所以这是真严重的一个禁忌啦。那就是讲，这个串阵为什么有当时啊人的新闻看讲串阵啊，迄家长家己安尼歹清清，其实毋是讲伊家己为着家己，因为伊就是神啊嘛，伊互你串阵，伊个重新整队就好啊。但是伊会安尼歹清清是惊讲吼你的这个你家己这无形的家己伤害，嘿伤着，所以伊较会遮尔啊紧张啦。家己互人叫做家长群，啊，其实这名听起来其实有真臭屁的感觉。嘛毋是臭屁，因为其实我来讲，咱的家长发源伫咧咱台南府城，吼对咱的西南岸，吼是家长对西南岸的系统，北中岸就北家长，吼伊延续安尼来。传来到家己，因家己当时有咧举成王，啊举成王就是开始角头会评比啊，比评啦。啊，比拼当中，恁庙有家长，我庙嘛有家长，因庙嘛有家长，所以每角头拢有家长，包括树林中国嘛拢有家长，所以家己家长当这家一个家己是要几百间家长馆，所以变成嘛形成家己是家长群，三两波拢家长啊。真的，这是真的，伊一庙一家长团，做惊人的。然后咧赢成功的时阵，迄家长馆大家出来时，你有感觉？这根本就是家长的博物馆，迄种感觉。家己咧举成王，其实就是咧看家长比赛。对，所以大家比拼。大家比拼。很重视讲，咱对家长这个尊崇，伊的崇高的地位。面对着这个文化、这个物件，对来讲，来到这个家长团，唔那是学脚步尔，也是学咱做人的道理。而且呢，因也将咱的台湾的传统文化搬上这国际舞台，究竟是去倒位呢？咱小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讲。听讲就是伫咧家己有举办一个全国的家长的文化祭典，这个活动听讲你是台面内面上界核心的一个人物，你当初是想要为什么想要创办这个？因为我自囡啊，阮兜就家长世家，一直延续，甲我家带家长这20多年来，就外口人听到家长无好，迄歹囡仔。但是伫这10年来，我家己用心咧经营的当中，我的囡仔内底有硕士。有大学生，有高中的，有自由生，拢是爸爸妈妈带来。是啊，我要会去办这，而且佫邀请这100年老馆共同来阮家己，
来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要让人更较侪人了解这个文化。加上你看，伊对头到尾，全部拢是艺术的表态。哦，对咱的头盔，纸雕艺术；咱的面谱就是脸谱艺术嘛。衫裤、刺绣，草鞋编织艺术，这无啊，这逐项全部和艺术拢有关系。咱甲这个艺术文化，这虽然伊是对福州传来咱台湾，但是福州嘛邀请咱国家指导啊，因经过文革了吼，一寡断层对。咱台湾即马变成属于咱台湾的在地文化，因为因传互咱迄阵，甲咱即马大其实有差异性啦，已经有差。等到咱甲这艺术发挥甲淋漓尽致，甲咱的上好去呈现出来。听讲你高雄第一馆的吉盛堂吼，有去到法国迄个尼斯嘉年华去遐演出啊，就是讲吼，当然啦，就是讲以外国人看到咱台湾这个家长，一定讲各除了各以外，因所看到的，假使认为讲，咱台湾人吼，你请到一个家长团队，一个负责就是安排这个代志的人，去认为讲，咱台湾的这个家长团要伫咧外国，互看到是什么款的表现呢？我感觉讲，其实呢，去到外国，咱即个法国人对台湾的文化是真好奇，因嘛是真重视。比如讲，咱去即个博物馆来做即个开面的展演的时阵，都有即个咧修复古董的即个修复师吼，伊就甲咱讨论讲即个秘产。的即个内底学问，这就是感觉讲去到遐，然后会当做这足专业的交流，咱嘛是感觉讲真荣幸。第二就是讲，不管呢世界的舞台安怎来大，世界的舞台安怎来，譬如讲唱，我拢希望讲，即个家长馆伊出去会当呢，无忘本。会知影讲，其实对家长馆来讲，伫地表演确实真正英雄，就是伫家己的主攻庙口表演。所以我讲，今仔日不管你去到美国、法国，还是对一国，拢爱甲即个咱家长是信用甲创新的即个团体无忘本，就是讲信用是头一个，过来咱的典法、咱的传统，会当原汁原味去到外国，互大家看到讲，咱这毋是就是职业的表演团体，咱是为信仰而生呢。这个为信仰而生，伊内底就足侪美感、典法，伊的水伫地。这个面册开运的，伊毋是画的尔，伊画可能就是伊画的时阵，伊的面谱都有一寡胡灵的美感伫内底。所以这含一对外国人来分享时阵，大家拢讲哦，讲你看伊的片仔有一个北斗七星，你有看到无？安尼外国人就讲哦，真的有诶，就开始交流啊嘛。我感觉种这就是文化艺术以外，这个信用的核心价值，我感觉必须要跟这个团体做伙来去国外，安尼咱真正台湾精神的价值，才会当伫咧国际来发光发热。然后我感觉有一个就特殊的，就是咱家长行过的时阵无，迄小朋友就一直尖叫，就一直。家长就一直牵迄个菜花，一直牵伊的菜花互家长。伊是安尼啦，你行过，你若感觉讲这个团体你足介意的，你就尖叫丢菜花安尼。行过的时阵，阮家长就是头一工嘛，就是伫神气宇轩扬安尼。人就一直尖叫然后牵菜花安尼。我讲。小朋友家长做想要和你互动的，你要和你击掌者，行过击掌袂得啦，全部拢来，拢来，所以伫遐安尼，就是因为你去到遐入境随俗啊，人嘉年华气氛就嗨的啊，所以讲去遐的时阵，咱就是讲以比较文化艺术的角度去甲人做交流，然后去博物馆的时阵，咱就是展演，比如讲这个开面的展示了，咱就有开放这个 Q&A 当问答，较深层的交流安尼。我感觉这拢是真趣味，拢是学习。迄册是每一间馆的变化拢无同。一个师傅，阮一个面师伊拢有变化。当然嘛有人做出来有咧卖。你像阮囝洪文，伊拢家己研究。我常常看伊伊画面画甲攞困迄种。伊家己有家己画面，但伊是咧试面册。一试到尾足忝就困，伊就开记录。我吹偌久，要用偌久。用来吹，比例，这项物件含这项物件比例偌济，伊起来了，困起来，伊的面袂流，伊搁摕去用，你喷马桶去甲喷面，我流汗会流无？其实这些物件拢是你看会到讲，伊面材足济，伊后壁面伊用心努力的一面。
所以囡仔咱嘛是咧教育啊，要你爱甲做啊好，你去也完成，莫要做一半。这就是我们咱咧教家长同款，教囡仔嘛同款，拢用，互有好的正面这个方式咧推动。系啊，有一寡民俗的秘密是伊迄个白底，咱讲白底上重要嘛。伊你啥物开始拢是画白，然后花草嘛是看白嘛。迄白底我有一届吼，甲白底无摕起来片，我讲老师你这可能有 SK2 的味哦。然后伊就讲袂使讲，因为真诶伊就是有放一寡即个化妆品伫内底。因为咱女孩子化妆是安怎，譬如讲演歌戏是安怎，迄老规身躯歌拢袂脱妆，对，共款意思。啊，每一个面纱伊拢有家己的秘方。哦，家己的秘方对啦。哦，我这是好莱坞的秘密啊！好莱坞的。咱出去流歌出油的人会出油啊，伊要互伊的面袂老，面会掉的。尤其阮较特殊，阮的面画了较油，画了较油，伊线条愈油的当中老歹看。对哦，真正这是美角伫内面呢。其实咱装神本身就爱诚信，咱是主攻的价值，咱就是将军。囡仔咱教育就是讲，你尽量往好的方面，吼，互伊正面的。你有在读册，你认真读册；你无在读册，我甲你辅导，互你有一技之长。你要学啥呀？要学啥物？伫咱的朋友当中，咱来甲推动，可以有一个目标，啊，有一个目的。所以我拢定定讲，你要做啥代志，你有目标。你想要开面路的，你要认真趁钱啊！无可能钱天顶有钱来嘛？对，这就是咱互囡仔的观念。他的价值观念也爱对，吼，所以囡仔我拢常常来讲，要一分耕耘啦，一分收获。你有认真，你较有去得到迄个成果。袂记甲咱的大哥恭喜，就是你已经伫咧2012年的时阵摕到这个新团奖啊，袂记甲你先甲你恭喜一下，感谢谢谢。对啊，所以当然啊，有你安尼咧看教，我相信这团队会愈来愈好。啊，来请教就是露露啊，就是因为。毕竟你嘛是无落去办奖嘛，对吧？啊，当然我嘛知影讲你有伫咧学校伫咧推广，啊，你伫学校是安怎甲这囡仔推广的呀？其实吼，即个你若是伫咧庙口，你要办讲座啥嘛，迄拢是素材咱办的嘛。比如讲，咱画面要画偌久就画偌久，但是去到学校内底，伊是国民义务教育嘛。啊，咱就是咱自己国民义务教育的时阵，咱一定爱。就是去宗教化，吼，啊，袂使讲，咱即摆入面就讲，我甲你讲，你信咱家底讲赞，吼，拜咱你有台先赞，啊来信这家长袂使，因为你啊考虑着讲吼，咱班级上有足侪族群的小朋友，大家无共的信用，文化，对，你啊变成文化资产、艺术的这个层面，啊，甲这个校本位在地课程去推动，比如讲咱去西港啊啦，吼，去三湖甲，这就是结合因的西港啊休，咱来做一个课程的专题，互学生会当来了解，啊，咱来去宗教化。譬如讲，我足想要互小朋友吼去体验迄种开面进前爱静心的仪式感，但是我学校内底都无法度点静香啊，来我要安怎？我就吼甲迄个静香换做干冰。安尼就无气味啊嘛，安尼就会使，就是通过这个委员的课纲的审定，啊，伊嘛是会当过这个干冰后去体验讲迄种香烟袅袅上天顶的感觉，嘿啊，然后静心啊，然后讲你们要保持安静，洗手吼啊，现在开始吼要来开练安尼，所以讲这去学校的推动是，我感觉真好啊，但是呢嘛是真侪考验啊，但是呢就感谢这个台湾其实文化部甲教育部对咱这在地文化，即马是愈来愈重视咯。是啊。因为我知影讲，听讲，吉盛洞内面有真侪是大学生对无？哦对，因为因伫咧在地读即个大学啊，有一寡硕士生也是大学生，伊嘛是会感觉讲，哦，即个文化袂歹，啊，想要来了解，啊，咱就有办即个庙口的小学堂，啊，伊会当来体验，体验了咧，咱的堂主地问因讲，啊，即个环境你敢有介意？若是有介意，你才来练习安尼，啊，所以拢是慢慢安尼，本来啦，吉盛洞伫咧差不多2014年迄当中有一个社团甲德冠的危机啦，嘿，啊是后来即个登录文化资产了，啊，国际大概斗相共，即马呢有安尼慢慢来解除即个失传的危机安尼啦，嘿啊是。对，然后相信拢其实包含大哥啊，搁咱的露露这边拢嘛希望讲，若种有兴趣哦，即个少年家啊，当然其实爱趁少年，因为跳即个。要有体力，要有体力。你像阮内底一个资优生，伊是国中资优生，全校拢前几名。哇！因爸爸带来遮，我敢问一句话：恁囝好读册，你也带来遮练家己？伊甲我讲一句话：
就是伤爱读册、伤文的。我希望伊来这透过咱这练习，练习伊身强体魄。这第一点，第二有群体荣誉心。伊会去要求家己，我毋是讲甲册读较好尔，我甲迄个嘛要甲练较好。对，所以咱也希望讲，会当有更较侪少年辈来加入咱的家长团队。因为咱常常拢伫咧怨叹讲，咱台湾文化特别失传，特别失传。毋过相信透过今仔日两位专家来到现场，甲咱介绍，相信咱的观众朋友对咱的北家长，或者是讲咱的实家长，咱台湾的家长文化会当有更较深的认识。今日非常感谢着两位现场来到这个所在，甲咱分享遐尼济，非常感谢咱两位老师，感恩感恩。讲到是名家政的这个家长团队虔诚护送来追随，对着因的主讲是行万里，心甘情愿笑眯眯。也邀请咱的所有观众朋友，若到外口看到庙会，对着这个家长文化，咱爱加加尊敬，加加疼惜哦。下礼拜同一时间，邀请观众朋友继续来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咱再会。